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新的一年佫该开始，顶礼拜教会伫年终的时阵，伫教会有最后的一个祈祷会线呢，真侪兄弟姊妹佫留落来，有一个跨年的主夜的崇拜，兄弟姊妹离旧的一年上灶，迎接新的一年的来临，不知不觉今日佫已经是。今日已经4号无定着无偌久，今年佫结束去尤其是有岁人会感觉日子过了实在是真紧我毋知影兄弟姊妹，咱过去一年2025年过了如何啦一年365天咱是毋是每一天拢回首的时阵咱充满心中对主的感恩，亲像诗人所讲的。咱的路径过去有主的膏油来充满咱带领咱，也是有一寡兄弟姊妹可能咱的日子毋是真好过毋是真好过呢可能咱感觉讲过去一年实在是无比辛苦无比的即个无简单嘛安尼过去其实牧师嘛，甲大家如果有即款心情的兄弟姊妹，有小可共款较早有一部电影叫做《猎杀红色十月》，捌听过无？有看过无？我毋是要讲电影，因为旧年的12月猎杀红色的12月对我来讲因为感谢主我拄旧年12月有安尼安排去泰国去。教学佫有一寡短的即个宣教去戒毒所有一寡服侍但是无离过我去泰国有一天呢阮后生透早诱过我去啦透早看我痰奶佫红红的肺我是讲我是毋是坐飞机高度较悬还是安怎我讲安那会去无几工，会安尼还是安怎？什么情形安尼啦感谢主保守看顾，安尼完成迄8天的即个行程有教学嘛有参加遐教会一寡圣诞的活动，佫去戒毒村甲一寡受戒毒的兄弟姊妹分享话语真平安嘛，已经转来所以今日有法度徛在这个所在。但是转来了后呢，我拄讲为什么叫做对我来讲，旧年12月是猎杀红色12月，转来无几工一天咧便所，那会足红的肺安尼我惊一条呢。我是讲是按什么情形？过转工佫真侪血安尼啦小可紧张啦。后来了解可能是可能大家较歹讲的。痔疮的问题毋是啥物别种问题啦。过几工了，2-3工以后，渐渐就较细我较放心啦但是即2工我咧备办即个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时阵，互我领受到今日要甲大家讲的即段话，我毋知影上帝因为我领受即段话，所以互我昨晚困袂去，毋是足欢喜困袂去，是听甲困袂去。听甲困袂去，我毋知兄弟姊妹，你有人咧听甲困袂去的迄种情形无？我咧祈祷上帝讲有施行神迹的上帝，你通互我莫听无？真正是听规暗呢，听规暗。感谢主，今日早起起的时阵有较无听这啥物镜头我嘛毋知，但是可能是啥物，是毋是这个啥啥物物件？痛风我毋知啦听困袂去安尼但是我感谢主，今日早起起搁我都来到教会，我想讲昨晚困袂去听我想今日毋当法度来无但是感谢主，今日会当早起来，我早来7点我就来安尼7点我来，我就咧灵修你思想讲今日要甲大家兄弟姊妹讲啥因为我早嘛领是讲今日要甲大家分享是2026年新的眼光新的展望无论如何啦，兄弟姊妹，互咱会当来对咱的主献上感恩感谢伊过去迄一年安尼甲咱平安带到如今。今日我拄讲已经4号佫有360几工
吼，咱是毋是每一工来倚靠伊，吼，来仰望伊，吼求主继续来恩待咱，吼。检测无定，咱的日子未来嘛有痛苦，嘛是有患难，吼，但是拢会当求主，吼，甲咱保守看顾咱兄弟姊妹每一工的生活工课，甲咱的服侍，吼。所以我今日要甲大家通过这段话语，吼，来甲大家来分享。啊，这段话语咧新正头那会分享这段话语，叫做亚利米哀歌呢，吼，哀歌，咱会咧讲这吼，但是我必须要甲大家分享这啦，吼，因为迄嘛是我真实吼。你去年12月咧红色的12月吼，这我手嘛长安尼红啊咧吼，摸烧烫烫呢。啊，这所在足冷的，因为这几天天气较冷吼。但是你听的所在是红啊咧吼，今日较烧，即马较烧，昨晚咧真啊咧，真经是冰正平、冰倒平拍去困，也是安尼困拢袂拄好就对啦吼。但是我今日感谢主，互我有安尼经历吼，甲大家来分享。这段话安怎讲？这段话讲啊，伊讲回想我的痛苦甲流浪，亲像在食苦菜，啉苦酒，想起这个事呢，我的心沉重郁卒。毋过当我想起这件事，我就搁有望。上主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怜悯永袂断绝。透早起换新，你的信息讲台。我的心讲，上主是我一切福气的源头，所以我要望听候伊，信靠伊、寻求伊的人，上主施恩予伊，这段经文我分做3部分，甲大家来分享。第一部分，哇，遮少平迄粒心，什么心？安尼受伤还包起的心啦，啊，这个。亚利米啊，为什么写这哀歌？咱知影讲亚利米迄个时代就是因的国家要安怎，要灭亡啊吼！啊，伊领受上帝的话，叫伊甲伊的同胞讲，但是同胞无人要信，无人要听，所以伊嘛经历着最后上帝予伊的这个惩罚吼啊。伊讲回想我的痛苦甲流浪，因为亚利米伊嘛是一个流泪的即个先知啊，伊嘛经历，因为要听上帝的话，传扬上帝的话，伊嘛经历真济的即个痛苦。伊讲伊的痛苦甲流浪，亲像伫食苦菜、啉苦酒，伊想甲遮个代志伊的心安怎沉重郁卒当然，咱毋是亚利米啦，咱也无伊的经历啦但是咱兄弟姊妹。我拄讲咱即个心嘛，有当时为虾米会流泪，有时会受伤，是毋是真侪代志？有当时因为安怎？我毋知影虾米款的代志互兄弟姊妹，你的心沉重郁卒呢？有啊无？有当时讲人逢即个喜事精神爽，精神诚好，但是毋是逐工咧过年，所以嘛毋是讲时时刻刻拢拄着好代志所以颠倒病拄着歹代志。咱的精神袂讲很爽快是毋是？就是像你安尼形容的啊，沉重郁卒。伊想起伊的痛苦甲流浪，兄弟姊妹，你过去咱2025年，还是过去咱的人生内底，是毋是有当时咱若讲咱的日子过了，讲无讲介好咱的人生的经历无讲介好的时阵，咱伫即个忧闷当中，心情沉重当中如果一直去受遮个代志，受落遐个代志，咱一定是心情袂好起来所以我拄讲即个心，咱一般人会拄着啥物？可能身体有病痛每礼拜三伫倒会的时阵拢有一个教会即个代祷的周报几啊十人会一寡需要代祷的问题，毋是即个病，落伫迄个病毋是今日换伊，无明仔载换别人每个人教会逐礼拜就侪人有迄个需要，咱毋是。逐工拢是身体健康啦气派的身体嘛，袂堪要3工的落屎所以有当时咱人总是身体袂拄好所以咱身体袂拄好，人心情当然袂拄好。有当时咱工课压力真大一寡压力临到的时阵，咱阁无法度去走险要走险嘛无效你嘛一定爱去承担你无法度有迄能力去面对所以。真正的问题互人
有迄个心内的压力吼。有当时啊，因为安怎，咱甲人的关系袂拄好吼，袂拄好哦。迄个我顶解讲过，你甲人袂拄好，甲上帝袂拄好，甲家己袂拄好，你一定是袂拄好啦吼。所以，这个问题以外，佫有啥问题？哇，佫有啥物啊？感情的问题啦，甲人吼，有当时啊，你人有迄感情的需要吼，甲感情甲人安怎同拄袂拄好。好，过来咧，哇，家庭的问题吼。啊，家庭的问题包括夫妻的问题啦，吼，包括即个亲子的问题啦，吼，啊，佫有啥问题？财务的问题啦，吼，啊，佫来一项，吼，灵性的问题，毋是干那安尼，佫有真侪代志，互咱即个心咧受伤劳费，吼，郁卒沉重，吼，啥物款的代志，兄弟姊妹，互你的心有当时会发生，会感觉沉重郁卒的，吼。但是啊，咱的主啊，伊并毋是望咱安尼来过日子，吼啊！我拄仔讲，我的12月是旧年12月是红色安尼过来的吼。我望讲今日已经1月啊，莫阁继续安尼啊吼。虽然昨晚困袂去吼，忝啊困袂去，哦，感谢主，今日即马所在手小可会震动。昨吼真正是要摕手机啊，落地啊，要去啉手机啊，拢啉袂起。我毋知兄弟姊妹会体会到我迄个昨的痛苦无？吼，但是呢，今日即段经文安怎讲？虽然前下即2节是安尼啦吼，但是第3节呢，吼，这人呢才笑啊，真欢喜。你搁看吼，这个所在什么所在？你敢知？毋是阿里山，泰国啦。泰国的北部上尾港，我要转来伊个山顶。啊，一路迄个牧师载我来，吼，行，哦，看到这个云海，我无讲叫伊停咧，伊讲牧师讲，停一下，翕一下相，哇，欣赏一下云海者，足亲像国画对无？你迄所在我停差不多10通文钟啦，因为要去坐无人机啊，但是嘛袂当来享受迄所在啦吼，我大概翕起来，这个所在。落去无几分钟吼，就进入迷茫当中啦。因为安怎，下骹拢是雾啊啦吼，所以驶落去的时阵，哇，看拢无路安尼啦。但是感谢主嘛是平安啦吼，啊，甲大家分享者即张相片吼，啊有兴趣看我的网络吼，有真侪遮的底片吼。啊，过来我拄仔讲，啊，即张相片是伫倒翕，你敢知？就是咧泰国吼南明村啦。南明村，我去迄个所在吼，啊，迄个牧师因阿叔吼，按来阮去因兜啉咖啡，较早迄所在无咧种咖啡，拢种啥？你敢知？种罂粟花，啊，即马拢种咖啡，种一寡地叶从啥物吼？啊，因阿叔请我啉咖啡，你敢知牧师吼？伊是咧笑啥？欢喜啥？安尼无去，吼，我讲。头仔讲的，咱心情沉重郁卒对无？哦，但是毋过啊，伊是讲毋过啊，当我想起即件事啊，我就阁有望牧师是想起啥物来欢喜个，还是看到啥物？你敢知？哦，即张相片其实吼，我看起有一个美女呢，一个歌星啦，台湾去的歌星，因为吼，我去是教学。去教会吼，有短服侍，但是我毋是带福音队去，但是上帝帮我备办2个福音队去，一个是马来西亚去的，一个咱台湾去的。啊，台湾去的其中是一个歌星，哦，9年的差不多比我较少年时点嘛歌星，吼。啊，即摆已经较无哩舞台啊啦吼。啊，即摆伊为了上帝国，吼，伊愿意去宣告，伊过去拢去这个俄罗斯啊，啊，即届拄仔去泰国。甲我的时间拄仔相拄呢，吼，去新下院啊斗阵，啊去迄个山顶啊斗阵，啊，阮啉咖啡的时阵，啊，我拄仔坐啊，毋是看伊咧笑啦，吼，拄仔人边仔一个兄弟吼，啊嘛甲我开讲吼，啊，拄仔啉咖啡的时阵吼，啊，毋知啥人甲我翕起来吼，我感觉即张袂歹，甲大家今日要甲大家分享讲，我拄仔讲我12月是红色的12月呢，拄仔迄天。进前2天，我开始流血吼，啊，今日个佫笑，迄天来佫笑会出来吼，
其实毋是讲迄个歌星美女啦吼，嘛毋是咖啡好啉啦吼。咱台语等个咖啡比遐个咖啡较好啉啦吼。啊，今日啉一个遐个咖啡啦，今日我无啉着，毋知影今日会泡着应该是迄包啦吼。牧师是看到即句话啦，哦，看到即句话，才会遮尔啊欢喜，这是上帝话。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耶利米哀歌，伊是安怎讲？伊讲啥？伊讲上主的慈爱永远存在。我拄仔讲，耶利米头前想了一寡伊过去不堪的代志，伊心情郁卒沉重啊。但是伊毋过啊，伊有一个毋过，兄弟姊妹，咱的生活当中无论如何一定要有一个毋过，吼，还是连理，还是急祸不难吼。伊遮讲啊，上主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怜悯永袂断绝。所以耶利米伊相信，伊知影咱的主是有恩典、有慈爱、信息的上帝。伊讲，逐早起呢换新，你的信息广大哦。国语啊，伊讲啊，每一工拢是新的，兄弟姊妹。我已经过一段时间吼，这几年来拢每工吼，定定要困进前吼，会去反思一工的日子当中吼，我会甲上帝讲啊。今年2026年1月4号，你地面上已经经过60几冬的日子要离开这个地球，阁剩无偌久的时间，我毋知影剩偌久。我就安尼，你甲上帝咧对话啦对伊讲今日经过什么款的人一寡什么款的代志有什么款的这个感受总是。我也免咧家己无论如何对咱的人生，对咱的每一工爱充满热情甲感恩。若无明仔载毋知要安怎去迎接伊。但是如果咱若讲保持迄个热情保持迄个感恩的心，咱每一工各有愿望，搁迎接明仔载免靠保利达比因为我有一个特质的伫个啦我拄仔咧小组的阵一个。做过副馆长的兄弟讲，达拉牧师，伊甲我讲台语呢我本来要邀请伊来讲，10点半要坐车转因兜已经礼拜做煞。兄弟姊妹，耶利米安怎？伊讲上主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怜悯永袂断绝。逐早起换新，你的信息广大。兄弟姊妹，咱对咱的主爱有信心，咱爱对伊有倚靠，咱要知影咱的主。是一个好的上帝，咱会当明白伊，会当成做伊的儿女，是何等蒙恩蒙福的一件代志。所以这耶利米伊安怎最后安怎讲？伊讲我的心讲，我的心伊讲啥？讲上主是我一切福气的源头，所以我要仰望听候伊。搁安怎？伊搁继续讲，伊讲哇，信靠伊。顺从伊的人，上主施恩予伊。平平共款一个耶利米，头前伊所想的代志，予伊心情郁卒沉重；后壁伊想到的代志，予伊安怎？充满感恩甲喜乐，有愿望。我最近呢，甲一寡兄弟姊妹，一寡分享，搁我家己每一工灵修的时阵，这几工呢，拄有3句话，甲大家来分享第一句话我拄仔讲，我毋是有做有红色的12个迄种代志吗？我嘛毋知到底是未来身体是安怎。但是我想到即句话因为耶利米哀歌的头前的耶利米书我就想到即句话。伊讲耶和华讲我知影我向恁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毋是毋是要降灾祸意念啦要叫恁日后有愿望上周2025年要迎接2026年2026年要用什么款的心来看待呢？上帝给我这句话给我安慰鼓励给我有这个信心，给我有愿望上帝讲伊给咱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所以咱每届咱的念头想起是给咱袂平安，迄意念毋是来自上帝。一定是来自是黑暗的关系，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保持一粒心，
互咱的心会当伫主的内底前2天个灵修读了即句话，即句话定定咧读，但是即几天读的时阵更加有体会。安怎体会？讲咱袂送胆外体虽然火害那内心的却一天心事一天。咱人是一天一天的老，毋是一天一天的愈少年呢。但是圣经安尼甲咱讲，虽然是安尼，但是咱内底会当一天比一天搁较新，搁较少年，搁较有力我顶下有讲一个歌词，另外一个歌词写的歌，信主以后写的歌，伊讲耶稣有够力，耶稣到底有够力无够力，看你的信心有偌济。所以国语嘛有一条诗歌讲你定定祈祷你有定定有开力你也少少祈祷，你开力真少；你也无祈祷呢，你就无开力所以上帝即几天呢，互我有这安尼的体会。搁前2天甲李老师通电话，李老师伊甲我讲伊就想要为主来即个做见证分享我就甲伊安排讲，无今年互李老师有一届服侍讲台第4礼拜伊讲三天2天就敲电话，我说牧师我无法度做即种 PPT 啦，牧师我讲我嘛感觉真紧张啦，讲啊尾来讲伊要讲的题目先预告一下，讲卖忧虑啦竟然李老师上帝通过伊甲我安慰啦，讲叫我免烦恼啦，免烦恼所以呢，我就想到讲马太福音嘛莫为明仔载你忧虑烦恼因为明仔载每天拢有明仔载的即个忧虑一天的难处咱一天担当就好所以我最近有身体的即个问题我就咧想讲，我要用什么款的念头来对待我身体的问题我就今日照着即个亚利米哀歌即段经文，甲大家兄弟姊妹咱来三角来分享我昨昏呢早起转去我的神学院参加我的前院长即个对书的礼拜因为即个院长是我进入神学院的时阵的院长伊活到90几岁昨昏真侪好友呢也教会兄弟姊妹去甲伊纪念我们参加当中唱的第一条歌就是叫做快乐歌唱行生命路，因为伊家己是一个音乐家，伊会创作一寡中国调的即个歌词。但是我拄仔要讲即条歌是我早一个老牧师甲伊同时代的老牧师，因迄时代的老牧师，迄阵也是少年牧师啦，但是因迄演的牧师拢足爱唱即条歌快乐歌唱行生命路，学了救主，学了救主，为虾米？因为救主下我重担所以我昨昏参加迄个礼拜。就你校行行你想到讲即个牧师伊的典范搁想到即条歌每个一寡老牧者因过去为主所做的我想讲我即马搁离即个服侍的现场离即个2022年，我到底是要安怎来行即条路要来行完成今年的即条路所以要甲兄弟姊妹要做一个结束我用一条诗歌来做一个互相的勉励啦。这条诗歌是国语的讲全然来为你。为什么？咱即马今日是今年的头一个礼拜兄弟姊妹，咱今年拄开始，我毋知影你今年希望你的即一年会什么款的一年呢牧师嘛立志拄昨昏你的校园安尼行咧环山道路的时阵我想到即条歌讲即条歌要用念要用唱的，你要想要用。牧师用念用唱的，用唱的用唱的好，咱用唱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
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好，我就用这条诗歌来回应上帝，互我的恩典。2025年嘛，安尼平安过去啊。我迄个留校查看5年嘛过去啊。医生讲啊，你免3个月来啊，免半年来，以后1年转来一届就好啊。所以感谢主互我今年阁有新的一年开始。我希望讲用这段经文，大家共同兄弟姊妹咱来勉励安怎来行这一年咱教会今年拄咧推动要兄弟姊妹咱大家来一年读一届的圣经啦除了这以外我分做4部分，甲大家共同咱来勉励咧这个2026年要安怎看有一个新的眼光？你要照耶利米头前迄款眼光，还是要照耶利米后壁迄款眼光？你要照牧师讲的红色迄12个迄种看着环境看着实在的迄个惊吓眼光，还是要看着上帝的话，听着上帝的话有信心的感动迄款的眼光呢？咱有啥物款的一个展望，希望咧这新的一年，愿主圣手来引带咱除了咱有心愿，主圣手来引带咱以外，咱的行动要从啥物？今日分做4部分，甲大家来分享。第一部分呢，就是希望兄弟姊妹咱会当愿意来做主的门徒，莫干那做一个信徒，做一个基督徒尔。咱会当来做主的学生，要安来做主的学生，头一步，咱每一天，咱会当来建立咱的灵修的生活。这好多久久长长啦拄则听迄个兄弟，你小组你分享说，讲出来的话拢是圣经的话呢，倒背如流安尼这个兄弟无简单，伊有法度安尼是因为伊逐工相信有咧看圣经，有咧读圣经。所以兄弟姊妹，不管你过去有培养这款的习惯也无如果有，咱继续保持；如果无呢，咱希望讲兄弟姊妹，咱每一天24小时，除了你困的时间、剩的时间，你要安怎安排？愿你有一段时间分别做成，来到主的面头前亲近伊，拍开圣经读上帝话，开嘴祈祷，甲上帝来打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什么？祷告呼求，唔是叫你去拍高尔夫啦，祷告呼求，上帝会听你的声音，你也听上帝的声音话语。所以兄弟姊妹，我唔知你有灵修的生活无？你愿意2026年，咱来建立安尼一个灵修的生活无？来做一个主真实的学生，莫讲礼拜来听牧师讲一下道，就要当你一礼拜无法度动啊，因为牧师的这个道的营养无法度，互你一礼拜有够了啦你必须要每一天靠你家己第二会实践就拄我讲的咱爱信爱顺服毋讲读壳你信啦但是你骹手呢袂安尼相对活出你的信用。希望讲咱会当信来顺服。既然教会推动讲，毋是讲大长的人，咱全教会，包括咱台语堂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愿意咱今日的周报嘛有迄张黄色的单无论你是要配合这啦总是我拄仔讲，咱有迄日子也无，愿无愿意。有人一个作家讲每年你年底还是年初侪人你日子，你敢知影一个日子甲2个时阵迄日子就已经失效啊。希望我咱第一堂兄弟姊妹咱会当即马怎讲愿意来日子，咱甲12个会当保持今年年底你甲牧师讲牧师，我真正今年有读一届圣经你也讲希望牧师送你小礼物，我再来传准备第三就是讲，咱爱好好来装备家己来操练咱家己为虾米？咱将来会当互主甲咱用要安怎？咱就稳定来参加咱的聚会当然聚会除了礼拜以外，能够有一寡的聚会。如果你愿意，你会当去参与，包括咱今日开始教会有主日学，当然这主日学咱时间袂配合，但是咱台语堂希望咱将来嘛会当开主日学班啦，我有安尼计划过来最后是讲，如果咱这3步拢有安尼来行落来最后
望讲兄弟姊妹，咱会当互主甲咱使用，亲像我拄仔所唱的歌共款吼，咱来为了主吼，为主来活吼，比主来用吼，所以咱来积极哦，委身吼来即个服侍吼，所以咱第一堂除了咱礼拜伫这所在有服侍以外，哦，即几年咱的诗班嘛愈来愈有即个活力吼啊。建中老师嘛，佫有真好的计划，今年要带咱的诗班有啥物款的外展的服侍吼，嘛已经咧规划啊吼。除了咱诗班的班员以外，咱兄弟姊妹，咱嘛会当共同来参与吼，因为诗班的班员徛伫顶面嘛有需要一寡行政的事工的服侍吼，所以无论是诗班也好，还是讲咱第一堂。如果咱也愿意，咱嘛会当做一寡代志，互上帝哦，甲咱使用哦，锻炼着咱。来即新的一年2026年呢，咱会当有一个丰富的一年哦，袂讲安尼啊，一年佫空空过去哦。望咱今年开始，今日已经头一礼拜，咧每礼拜一年52礼拜哦，啊佫每一天365天，咱拢会当快乐歌唱来行即个生命路哦。咱来学罗咱的救主，学罗咱的救主，吼，求上帝互咱有属天的眼光、属灵的眼光，知影讲主，互咱我的每一天拢是美好的恩典，咱我的每一天拢会当愿意来为主来生活，吼，为主来服侍，吼，所以用这4点，甲兄弟姊妹咱共同来勉励，吼，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过去一年带领着阮众兄弟姊妹，无论平安无平安，无论顺时无顺时，总是主你保守阮，带领着阮，已经度过旧的2025年。阮也感谢主，互阮有新的一年2026年的开始。今日第一个主日早起，阮兄弟姊妹奉你的名组织伫这所在。来敬拜你，来学罗你，也来听你的话语。但愿主你今日通过亚利比哀歌的这段经文当中，互阮来改换阮的心思，改换阮的念头，互阮有新的眼光，有主你的眼光，互阮的心会当开阔，有好的展望，有好的愿望。知影主，你是阮一切的倚靠，阮要来倚靠你，阮要来每一天来亲近你。阮每一天嘛，望会当通过主你所赏赐互阮的智慧能力，互阮有安尼的一个气力，会当来面对阮每一天生活当中、工课当中、服侍当中的艰难甲挑战，阮会当来领受到主你的慈爱，甲你的恩惠亲像诗篇23篇所讲的，必然要甲阮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但愿主你受恩赐福，互阮第一堂的兄弟姊妹，会当每一天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引带，安尼来向你感恩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